今年香港小姐之前都講過啦，用真人 show 去做非常之殘忍啊！而喺8月決賽之前啊，就會將29位嘅佳麗叮走13個，而喺6月6號嘅4點就會舉行第一個叮人 show， 到時就會用節目形式叮走9個佳麗，而俾人拋出局嘅慘痛過程啊，亦都會喺同一晚嘅東張西望裏面播出啊！真係好殘酷啊！而一班候選佳麗喺第一次會見傳媒嘅時候已經出盡法寶啦，由 show 事業線大擺 pose， 但係要確保留低，佢哋就掌握黃金48小時啊，不停喺 Facebook 啊、微博嗰度大 show 自己同藝人嘅相啊、托胸啊、show 腿啊、才華力 sell 自己啊。而2號嘅謝錦文啊，我諗佢因為知道自己廣東話唔係咁好啦，隨時執包袱走啊有可能，所以佢孤注一擲啊，喺微博同埋 Facebook 嗰度上載自己個靚樣，仲係咁擺自己出入波場嗰啲相添啊，決定力 sell 自己高貴大方，更加借埋視帝嚟要場合照做勢添啊！而17號嘅張明雅就 show 佢張堅庭嘅合照添啊，仲用 uncle 嚟稱呼對方啊，睇嚟佢兩個關係非淺啊，所以我哋都問過張堅庭噶，張堅庭真係承認佢係佢親戚，係佢堂家姐個孫嚟噶。而俾人視為大熱門湯鎮業個侄女28號湯樂文呢，就冇晒任何藝人嘅合照啊、性感相咁樣樣，但係就打才華牌啊，佢擺咗潛水嘅相，可以見到擺晒 V 字 pose， 似乎對呢個決賽好有信心啊。而曾經係樂壇跳舞組合 Lazy Lazy 嘅24號林詠圖啊，就有一輯明星相簿啊，裏邊有大量嘅紅星合照，好似曾志偉啊同埋黃宗澤咁樣樣。同時佢有耍溫情牌擺同屋企人嘅合照，仲 show 佢條長腿出嚟俾人睇添啊！而之前俾人話佢整容嘅14號黃永君啊，就用呢個素顏相全民被搖兼拉票啊，又上咗去2010年參加公展小姐攞冠軍嗰張舊相啊，哇，着住件旗袍真係玲瓏浮凸咯，但係你個 pose 靚爆啊嘛！到底呢一班港姐各出奇謀，最後邊個可以留低，真係要密切留意我哋嘅報道啦。